后来咱知影讲，这热人的是大家拢较爱贪凉，这凉水的卫生安全嘛是真需要注意的。台北市卫生局就来公布第二波抽验的名单，结果所发现讲，伫个111件冰的食品甲配料当中，有9件是无合格，其中有7件是肠仔杆菌超过标准，也那另外2件是互人去验到防腐剂。天气真热，未少民众会买手笑茶，或者是食酸仔凉一个。不过，台北市卫生局今年第2批抽检饮料甲酸仔，伫个111件凉的甲酸仔，还有配料内底有9件无合格。因为手摇本身就不健康，如果再有这个因素的话，应该会更避免去喝。1周3到4吧，就检查出来就不要去喝这样。这个抽验亲像是乌丸仙草店、珍珠丹、咖喱咖啡等等真出名牌子的分店。拢总有7件产品，肠管菌考超过标准，拢罚3万块。也那酷咖饮料、木林茶分店是有2件粉圆、椰子肉这类的产品，去互验出防腐剂，已经互要求都要落市，而且已请管理迄区产品来源的卫生局来办理。过高的一个肠杆菌科会影响到饮冰品的品质，而且也会缩短产品的一个保存期限。冷藏应该在7度 C 以下，冷冻应该在-20度 C 以下。那食材适量准备，不使用的时候应该要适当的一个冰存。实际去其中一间饮料店，早起11点才打甲铁门拖开做生理。卫生局表示，肠管菌科是检测量的酸仔，食品卫生的指标之一。若是超标，代表制作的过程当中，卫生的情形甲食材等等可能会有污染。提醒业者都要落实环境卫生甲自主管理，保障消费者的权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